廣州人個個都係咁頻臨，返工返學講車講船冇得停唔到，因為呢度係廣州，生活節奏快到我都幾乎跟唔到。北京路上下九嗰度好多街鋪賣衫賣褲賣鞋，乜都有得賣。幾嚿水一件 JJ 阿瑪尼，仲要係 A 貨。你話係流嘢，老細問你究竟你又識唔識貨？幾十蚊一隻 LV， 上邊印住嘅竟然係 LC， 問你試唔試？天河城新大新。啲服務認真好，佢哋有3包，包唔退包唔換，包激死你！中華廣場、地王廣場呢度嗰啲靚仔跳緊嘅，係咪叫做街舞？啲清潔阿姨多謝你哋今日個地下又唔使掃。仲有個奇觀，就係公共汽車，幾十人逼到10個司機繼續開門，上得一個得一個，完全冇諗過後邊啲人腳喎。出邊20幾度，入邊30幾度，幾十人企喺度，10幾人坐喺度，個司機依然都係當你哋冇到，依然關抽風關空調，睇下你班人幾時死喺度。車上邊啊乜人都有，有人隨地吐痰，有人攞住個膠袋喺度嘔，前面有個媽咪抱住個仔拉高件衫喺度喂奶，後邊2個學生講緊個老師又喺度炒蝦擦蟹，左邊有個師奶話遲嗰期開21，今期一定開37，左邊嗰個北佬最鬼離譜，攞住把戒刀係咁戒到前面嗰個條褲爛晒，乜都偷晒乜都冇晒。正所謂不到長城你都飛好學，嚟到廣州冇俾人偷，冇俾人搶過，點叫嚟個廣州？廣州人個個都係咁頻臨，返工返學講車講船冇得停唔到，因為呢度係廣州，生活節奏快到我都幾乎跟唔到。